上一条新闻，我们讲到台湾港大漏水率规划嘅现况，不过人士看来，太多规划嘅效果，怕无按结果。前一阵嘅缺水，民众围围滚嘅时节，台湾嘅水价太小压嘅事情有许多讨论。现在水资源引来认证规业，用假释来控制用量，还係改作为。环保署照国际水协会2014年嘅资料，整理出全世界29個國家嘅水價調查。也地位台灣水價係全世界平均水價嘅1/5，水費負擔韓國係保密上來定義哦。台灣有21年冇起水價嘅，故所經濟部呢打算喺3年內完成水價調整。前日第一時間，經濟部同北水處開定義版水價評議委員會，通過北水處提報嘅水價公式。調整過後，有6省每週日用水量冇到20度嘅用戶，水價唔會受到影響；為4省嘅用戶，如果調高嘅係本地來使用，用水越多，如氣越多。一個水價調整案還會本台北市議會審查，正格明年正月的會來起價。另外，台水公司係按算今年底會提出水價方案，經濟部也表示，能把水價明4年會來檢討。不過，針對大企業扣押嘅好水費，韓國鼓勵企業使用再生水嘅再生水發展條例，沙提送就飛去卡論咧。台灣電商講水資源會允許發展，做動用呢一長途誒，聽下來關心。在哪裡啊？這個就所謂的下面，在這底下。啊，這打得開？打得開，但是你只看到是水。哦，看到水 ，OK 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待會可以打開的。可以啊。雨水跟地下水很多水，那這裡邊你現在踩到的這個範圍裡邊，大概都是叫做地下水庫。我們只做了一個檢修口來檢修，那其他它通到那邊，我們這總共裝了有60-70噸，80噸吧，啊，80噸的水，讓下雨的時候水都收集到這個地方，然後還有臨棟大樓的地下筏基座的水收集到這裡。也特別係工研院嘅中型演期，當年內演期都空動出現來推動綠色大潭計劃，其中上水係執行嘅重點，仲係用以水潛降水循環嘅方式，讓以水囤起來比循環高利用。地底收回來水，還有別地方打過來水，就在這個地方收集，啊，對收過來嘅用途呢，可以洗車啦，洗車哈。最重要係叫草，用水淋草，然後淋花、淋樹用。很少啲水呢，要多嘅水會落到建築物去做嘅any偏所好嘅用水，哦，沖馬桶用嘅，哦，很像係是要嘅要嘅抽水冇打叉啦，嘅洗壁洗物嘅用途。所以你要水費用嘅用途呢，是會相對嘅會要省到，你除了淹水嘅用嘅水淹啦，啊，唔是用很多，你要水是要做利用到啦，哦，淹啲會都你兩部分做咧省到要300人噸嘅水。主題讓雨水囤起來，延期都空春塘洗出嘅水，還有冷氣跌下來嘅水，每度囤起來再夠利用。我哋介紹一下，加了地苗呢，係防止你冷卻水作用嘅時咧，佢會防止佢飛濺嘅水哈走出來，你撈佢回收轉去，哦，本佢流嘅水唔會很多，損失嘅水量唔會很多，嚇呢，你穿到嘅電導度機釋出來排體嘅水呢，你要做到通佢收轉來集中到個水桶啲位度，你要撈佢再次利用佢個沖馬桶用嘅用水。工研院民國93年今年嘅嘢，一年嘅用水量係100萬噸，比到位上水韓國嘅公大流水率。民國96年起始，延期都空係加重嘅溫壓器，老本單29%嘅流水率，公大到13%。穩壓器是什麼呢？這個水公司的水管進到公園的水表之前，我們做一個穩壓，因為
为什么会爆管？在晚上时候用水量很少，自来水公司出来的水压是7到8公斤，那一般正常大概2公斤到3公斤，所以7、8公斤就会把水爆掉。所以我们一个稳压器以后，我们的自来水水管维持在2.5公斤，所以它就漏水率突然就降低。是为延期杜洪嘅水压唔正常，警报就会响。监控中心嘅人员就会走到电脑统计数册来清出问题到哪，加强来处理。那为所有嘅数册控制，早期都会意识下天子水泵表。所以用水管理系统是采用电子表，以用电脑监控。所以我们在总进水口以外，每栋大楼都有一个电子表，所以我们在监控室里面，所有每栋大楼的电子表的编号都在监控里面，所以它的进水量我们都知道，都已经设定一个标准，它的出水量也是一个标准。万一超出那个标准，就是代表有异常，马上就会去追踪。所以在我们这里的漏水量为什么会降低那么多？我想它和用电子表有很大的关系。用天子水泵表同时含有监控中心内统，供应链嘅用水量对100万吨降到嚟60萬噸。不過也一隻天子水泵表是冇便宜，假使嘅一般傳統機器水泵表嘅量比較價，故所謂傳統到一般人家嚟用冇按貴。加上台灣醫療地帶水價較大，同天料、瓦斯料來比較起來，一般民眾對水價冇乜嘅感覺。未計水櫃常常嘅用嘅觀念，對台灣都難提高嘅其中一個原因。当然，水價的部分從民國83年一直到現在，我們知道說台灣省它目前平均的這個水的這個價格差不多是8.33，這台北市到8.33，它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大概是10.6左右而已。那這個水價相對於我們看的像其他生活必需的品，甚至我們沒有水不能過活，那沒有電，大概也許生活造成比較不便而已。所以，我們也希望說水價能適度的反映它合理的成本。環保署就國際水價會2014年的資料整理出來，全世界29個國家當中水價嘅調查，台灣平均水價係9.23美元，係全世界平均水價43.84個元嘅1/5。水費負擔未喺調查當中未放上來嘅第二個國家。台灣有21年冇起水價。故所水利署決定3年內會統一全國水價，同北水處同台水公司共下來研究，現時將會規劃用差別費率來調整，韓國會保障基本家庭用水嘅權益。所以基本上目前是朝着幾個方向，當然第一個方向是盡量在基本的生活所需要的裡面不去做變更，換句話說。可能也許我們這個家用，它每日用水量差不多是270公升左右。那這個4口之家，然後它每年的這個用水的度數，台灣60%以上的這個人口，它的家用的這個月用水度數是20度左右。那這20度左右的裡面，目前台北市自來水公司事業處它規劃是這個部分是暫時不調整。那至於說，使用者互惠拉大級距，用水量越多的，予課北最多比較多的這個水價。那目前的話是在經濟部在跟2個主要自來水的事業體在商談這件事情哦。首先要定出這個水價公式，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暑假這個時間哦，把水價公式定下來。哦，那接下來呢，我們能夠送到市政府的市政會議來討論之後。在下個會期之前哦，議會的會期之前，把這個水價的公式哦，這個我們預定要漲價的這個調整的這個資料內容哦，能夠送進市議會審查。那如果一切順利的話，我們希望明年能夠開始來做這件事情。我們是希望就是說，一個合理的用水，我們這個級距把它拉大。你這個水量用得越多，哦，你應該要回饋給這個社會更多。尤其工業用水方面，他們是一個低廉的自來水價，
让他们创造一个高价值的产品，他们应该要回馈到这个社会里面来。汽水家主题为公司做到使用者纳钱，每位民众有上水嘅观念，每个为跌动反映维护管线嘅成本。但这有个问题哦，就因为我们的水价目前我们的水价很低嘛，那么这个水价的这个价格呢，没有包括那个自来水换管线呢所需要花的成本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换管线的成本呢，是由政府来编预算呢，来特别拨出来去换那个管线。所以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水利我们的自来水事业来说呢，是不利的，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方式进行。所以未来应该把这个换管线的钱呢，应该要反映到我们的水价，让水价适度的调涨之后呢，这样才能够有这个经费呢，才做固定的去更换管线。南汇水利署先前未提出针对用水较多嘅工厂事业也调雷达河水费，对大众嘅用水量超过1000磅嘅用水户会用差别费率，咪就系用水越多，会纳嘅钱越多。为酒店水费会打10%到30%嘅河水费。本台按算高铁业会开始打河水费，唔过伫200元一只飞期系本地费动下来。南汇每无物界较好嘅条件，为企业来省水，故所省水一只观念，东南推展回来。因为我们的水价比较便宜嘛，所以这方面的那个节水产业的发展，相较我们比较没有诱因的。所以像那个再生能源的发展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诱因嘛，就是像太阳能的那个收购价格就比较高嘛。那水的问题如果没有诱因，大概很多企业也不是很想投入嘛。那废水回收这部分啊，这部分可能还需要再更加强的推广啦，因为还是让大家要更了解，就是说水这个东西不是单单就是1度水多少钱这样，其实水后面还有很多隐藏的成本哦，包含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啊，还有对你制程上你要投入这个需要隐藏的一些成本在里面，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个水其实它的一个成本其实是蛮高的，所以做水回收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效益。水资源唔但将为上的用，还维持耐含有水资源。政府未提出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草案，就等200元来审议。希望未来是规划说，对于工业的新工业的使用，也特别是这个缺水高风险地区的，它必须要优先使用再生水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完成了再生水发展条例，行政院也通过审议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在未来来争取立法院跟社会的支持，通过这个法案。如果是这个法案通过了，那对于再生水的这个发展，将有一个政策法令的一个支持，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。不过好早提醒，为潜水资源，韩国上为用的老水拿来再高利用，韩国上片亚流水为本按多慢饮用。因为再生水该给主要用水对象哈。它目前是锁定在工业的制成用水嘛，因为目前那个生活污水的回收再利用的哦，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啊，找不到用水的对象。那我记得有水，比方说我们讲台北哈，有迪化污水处理厂对哈，那它每年我可能30-50万吨的污水，很多水出来的，那出来的水呢，要给谁？谁要用？因为我们家里也不会用啊，因为摸个管子送过来嘛哈，台北市又没有工厂。好，所以它水要用哪里去？所以说，应该供给跟使用量要有对应啊。你光只有供给，你没有使用对象也是没有用。所以说，这东西一定要通过。所以说，工业一定要去用这个再生水。就它不用的话呢，因此哦，这个政策很难去推动，几乎推动不了。监督到减水，大家就上涨位水，就会开始检讨水嘅假施，韩国水嘅再生利用也有问题。是讲等到水足嘅，也嘅问题又模糊模样嘅。讲到嘅手法，又去到政策因素来刚刚叉叉，也下看起来听说为汽水家嘅。不过係講平常時就冇省水嘅觀念同做法，韓卡唔是講為水資源長長久久又好用。
中共上水係清基本嘅觀念，按用為老有限頭嘅水資源，發揮出生態嘅效益。台灣實在係體驗唔到。